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和你講講大灣區老人院，歡迎收睇今集影片。今次專程過嚟珠海金灣，帶大家實地探一間好多香港同澳門朋友都好關心嘅金灣頤養園。近排好多人問，長者想北上安老，邊度夠正規、夠安心、交通又方便？今集就由頭到尾帶你睇環境、房間、設施、護理同醫療配套，俾你睇清睇楚。到底適唔適合長者入住？想俾長者住得舒服、有保障嘅呢條片，一定要睇到最後。整體睇完，金灣頤養園俾我嘅感覺就係正規、安心、配套齊、交通方便，真係好適合想北上安老嘅港澳長者同屋企人。廣東珠海依託於港澳陸橋連通的區位優勢，近年來吸引着越來越多的港澳長者北上養老。在多方合力下，跨境養老從政策藍圖加速走向日常生活，粵港澳銀發經濟合作前景廣闊。位於珠海金灣區的這家養老院環境舒適，服務貼心，不少港澳長者在此長期居住，享受專業化、精細化的養老服務。在這裡環境好，服務好，氛圍也特別好，我們感覺就像一個大家庭。孩子通過港珠澳大橋來看我們，也十分方便。今年呢春節我就在這裡過的，我們這些老人家相處得非常的愉快，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。養老院創新打造醫養、康養深度融合模式，為入住長者提供醫療、護理、康復、頤養一站式服務，配套多元功能空間與老年大學課程，全方位滿足長者生活與精神文化需求。截至目前，這家養老院已有400多位長者入住，港澳長者佔比超過1/4。園區通過粵語服務、傳統節慶活動、港澳社團聯動等方式，讓長者的歸屬感與幸福感不斷增強。如果你都緊張長者養老問題，想像一間放心嘅頤養園，不妨記低呢度。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個 channel， 撳埋隔籬嘅鐘仔，揀全部。下次再帶你睇更多大灣區筍盤同養老資訊。有咩想問，亦都歡迎留俾我。我哋下一條片再傾，拜拜。